好難過嗰下。原來簡單咁返屋企咧，係好難得嘅。我今年35歲，結咗婚，有一個差唔多10歲嘅女。我嘅賭博習慣喺10幾歲嘅時候就已經開始咗。起初嘅時候同朋友一齊賭，後嚟就變咗自己一個盲目咁樣去賭博，純粹靠運氣。一開始以為自己可以控制得到，其實已經一步一步咁樣跌入咗個深淵入邊。當出邊爭咗20幾萬嘅時候，我就開始覺得好驚，又唔知點樣面對自己嘅老婆。我又試過自己離家出走，甚至諗過自殺添。但我個人根本就未清醒，老婆又驚受連累，所以同我離咗婚。雖然因為個女我哋仲一齊住，但我知道我已經親手摧毀咗呢個家庭。財務公司追數啦，而家點啊你？我哋離婚啦！喺 NGO 做文員好容易接觸到現金，我因為頂唔順賭癮，居然去虧空公款。每一次出事，阿媽、老婆、外母都會拎錢出嚟幫我頂。喂，阿媽，你而家先聽電話嘅？我想問你借錢啊！又借錢？你咩事啊？今次又？因為一直公司冇發現，所以我有咗僥倖嘅心態，結果不停繼續虧空公款，繼續賭，屋企人幫我攞錢出嚟頂，咁嘅情況足足2年，直到最近一次出咗事，屋企人終於心灰意冷，同我講寧願你去坐監啦。喺嗰刻我終於清醒咗，我知道已經冇人會再縱我。透過輔導中心，我知道有戒賭村，咁我都好彩有個機會咧入到去戒賭村，可以幫我去徹底脫離呢個賭博同埋偷錢。我想重新嚟過，我想自己正常返，我想為咗呢個家庭去負責。咁我都喺呢段時間都俾自己去有個重新認識自己嘅機會啦，同埋都希望老婆接受返我啦，都見到我真係為咗呢個家係去戒賭，而唔係為咗去逃避呢啲責任啊，或者去避開呢個嘅錢啊賭錢嘅問題。當初賭錢嘅原因都係因為覺得揾錢揾得唔係太多啦，都覺得好似為屋企付出嘅唔係太多，就透過賭博希望可以有多啲錢，就可以俾啲錢屋企人減輕佢哋工作啊，或者帶阿女去玩啊，去旅行咁樣。但係就行錯咗方法啦。咁阿女見到我賭博都知道嘅，佢都有喊叫爸爸你唔好再賭啦。知道要改，但係就完全冇辦法幫到自己，所以都同阿女講爸爸都好想去改，但係唔知點算。希望佢都支持我去入村啦。咁阿女都唔捨得嘅，但係佢最後都鼓勵我快啲去，即係做一個好嘅爸爸翻嚟咁樣。入咗村4-5個月，我開始融入呢度嘅生活，開始知道自己應該點樣去做。家姐同細妹見到我都有好大嘅改善，佢哋都好開心，都鼓勵我繼續喺呢度去好好咁樣去戒賭。咁我都開始參加呢度嘅更新工作方案。咁慢慢屋企人見到我嘅改變之後呢，都開始有個緩和嘅時間。而家我返到屋企嘅時間，佢哋都好開心，見到我有個改變喺度，都冇再話要離開啊，都歡迎我返屋企。希望我將呢個狀態都好咁 keep 住落去。咁一開始嘅時候呢，就1個禮拜返1次啦。第一次返到屋企門口，其實我唔係好敢入去嘅。咁我都掙扎緊，到底應該點樣去面對佢哋？到底佢哋係受歡迎啊，定係覺得我返嚟都係一個累贅嚟嘅？咁到最後開咗門入去嘅時候，阿女第一時間應接我嘅時候係好開心嘅，即係叫我爸爸。咁我覺得嗰段感情仲喺度嘅時候呢，我個心就放鬆咗啲。但係面對太太，我始終都唔係點敢去講嘢，都係好小心咁樣望下佢嘅情況啦，情緒係點樣。咁好彩佢都冇其他特別嘅情緒出現啦，都好鼓勵我話返嚟啦咁樣，一句好簡單嘅返嚟都令到我個心覺得好難過嗰下。原來簡單咁返屋企咧係好難得嘅。以前日日可以返屋企，但自己唔珍惜，直到最後一次真係冇咗屋企啦，先嚟珍惜嘅時候咧，就太遲啦。賭博唔係唯一嘅出路咯，屋企人先係你要行嘅嗰條路咯。雖然去戒賭啊，或者係一個斷癮嘅過程係好難嘅，但係你真係要堅持落去咯。咁最後都多謝翻屋企人啦，喺呢段時間咧，佢哋都好鼓勵我啦。雖然係溝通上比較少啲講嘢，但我知道佢哋嘅心咧，見到我有改變，佢哋都好開心嘅。同埋翻到屋企嗰種快樂咧，係以前賭博嘅時候係揾唔翻嘅。大家好，我係路德會清涼中心嘅輔導員劉姑娘。案主嘅媽媽一次又一次咁樣借錢俾案主渡過呢個債務嘅問題。
其實變相都令事主一次又一次咁樣延遲面對債務爆煲同埋賭博成癮呢一個問題。而喺案主嘅角度，佢一次又一次咁受住幫助，越嚟越借得多嘅金錢，又變成咗一個更加依賴嘅一個性格，令佢咧都更加覺得對母親啦、對家人啦有一種內疚。而呢種內疚咧，最後又推動佢去要賭博啦，快啲有多啲嘅錢啦，可以盡早去還翻俾屋企人，去消除呢一種唔舒服嘅感覺。所以咧就形成咗一個賭博嘅負面循環啦。咁而案主嚟咗我哋中心咧都2年嘅時間啦。喺裡面咧，其實佢都經歷咗好多次嘅復賭，一次又一次嘅復賭啦，甚至去到後面仲會有一啲犯法嘅行為出現咗，令到佢嘅屋企人咧都非常之灰心絕望，甚至乎咧其實都準備要離開佢放棄啦。咁但係呢個時候咧，案主都願意嘗試跨出自己個舒適圈。佢放低咗自己嘅工作啦，放低咗自己嘅屋企，想透過入村去戒賭咧，幫自己重新做人，重新嚟過。佢唔再追求好多嘅錢啦，佢反而慢慢開始喺度建立一啲良好啲嘅習慣，例如食得健康啲啊，做下運動啊，甚至將自己呢一個上癮嘅經歷，慢慢一次又一次咁樣講俾其他同路人聽，俾其他人一個支援。喺呢個過程裏面咧，佢都一次又一次咁樣建立咗更加多嘅自信啦，又反思咗自己。咁喺半年之後嘅依家啦，佢都慢慢變得穩定落嚟，而且咧佢都可以有信心咁樣同屋企人講話，我自己已經有一啲嘅改變。如果你都已經試過自己戒賭好多次，感覺都好似冇辦法改變到，令到你覺得已經冇晒方法啦，都不妨可以試下打嚟我哋嘅中心。我哋嘅中心可以提供一啲戒賭嘅支援，亦都可以支援佢哋嘅家屬。可以打我哋嘅電話81083933。